慢慢会沾酱油。应该安怎讲？安怎下？问导游。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释义：沾酱油，只做事情肤浅不深入，或只是短暂停留，就像沾酱油一样。用力。伊逐摆转来，拢拉树地问导游，无一时仔就搁走啊。他每次回来都像沾酱油一样，只有短暂停留，没多久就离开了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